歡迎你參與我嘅 Vlogmas。係。我諗我呢幾年嘅 Vlogmas 咧都介紹過呢一款嘅曼秀雷敦面膜啦，我而家都想再重新一次，我應該之後都會拍 reel 所以去推介佢哋俾大家。因為我啱啱針清完啦，所以我就會用呢一個啦。但平時係用蘆薈嗰隻多。呢度一沓咧都係曼秀雷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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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曼秀雷敦。跟住下面呢個成籃咧，都係我用過好好用嘅精華，講埋俾大家聽啦。Dermalab， 哇 ，Dermalab 已經用咗無數咁多支，求金主爸爸。早晨啊，各位又嚟食早餐，我仲未病好，而家係用呢一盒收音嘅呢煲熱豬，再加三文治，食嘢先。近排咧自己個心情都比較情緒化啦，咁然後咧我今日就決定調整自己啦，開始。然後想話俾大家聽咯，如果有呢啲情緒咧，你即管盡情發泄啦。咁但係解決方法都要有噶嘛，即係唔可以淨係喺度喊咁樣無補於事。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，你可以寫感恩日記啦，然後再諗好方向，將好多嘢你想實現嘅嘢寫出嚟。咁當然有 friend 傾訴，咁梗係啦。咁我就試完即係會出 story 啦，咁同個 friend 傾下偈，突然間有啲 inspire 到，咁所以就將自己啲興趣再次安排喺我放工嘅行程度，希望自己可以紓解一下壓力。健康身心第一項運動就係跳返舞，因為我返咗工之後咧，越嚟越少練舞啦，多數都係上堂，咁所以咧，我決定我練翻多啲舞，我期望我可以即係一個禮拜練2個鐘都好啊，係咪？好啦 ，let's start。然後帶咗藍牙喇叭陪伴咗我都唔知幾多年嘅藍牙喇叭。距離我工作咧，仲有15分鐘先夠鐘，而家慢慢散步返去。放工嚟咗荃灣呢邊行啊，然後順便就可以搭車返屋企。好耐未行過荃灣海旁啦，雖然落雨啦，但係都幾 healing。主要咧係放工需要一點甜啦，咁所以我就諗住去睇下有冇啱食嘅甜品。亦都係我食開嘅甜品，諗起啲甜品。如果係荃灣嘅甜品咧，我有2間連鎖嘅想推薦俾大家啦。一間咧就係迷下下啦，第二咧就係蘇亞媽，係咪咧？不過佢嗰啲就偏貴，但係好多款，又可以無甜走甜咁樣。我唔知應唔應該話自己乖女啦。話說咧，我媽尋晚就話：阿女啊，聽日咧凍咗啊，着多件衫。咁我着冷衫喎，唉，點知咧，我熱到黐線啊！而家流緊汗，所以先紮翻條辮。平時我放頭髮啦，哇，好熱啊！呢邊係真係出晒汗咯，講緊啲關節位都出汗，好誇張。我仲要戴口罩，因為我病啦。係咪太乖啊我？然後咧，我翻咗全職之後，發現咧，其實每日嘅 routine 咧係要唔一樣咯。因為如果每日都係過到呢個字咧，你個人咧
隨緣之地咧，對生活冇熱情、冇興趣。成件事咧，唔知係好笑啊定無奈咯。尋日同今日嘅溫度其實係差唔多啦，但係尋日我係覺得哇好熱啊，今日咧好凍啊，成件事嚇。好彩我公司有 spare 褸就好彩，唔係我應該會凍死了。